市长郭文泰甲副市长黄珊珊，因为伫个13号迄天，甲确诊者有接触去互抗烈。虽然两个人是 PCR 拢是阴性，但是照规定已经开始咧居家隔离，爱一直到24号。再去两个人是透过网络，甲这个市政府的团队讨论疫情，下晡嘛是用视讯来开疫情的记者会。 这个礼拜全台大乱，你想想看哦，现在6万人被居家隔离。参加网络会议，穿鞋子无挂目镜，台北市长郭文泰嘛爱居家隔离。疫情传去台北市政府，郭文泰和黄珊珊13号伫咧市府内底，和中华智慧运输协会举办会议。新闻稿内底有人16号确诊，市长、副市长 PCR 阴性，不过嘛是爱居家隔离到24号半暝啊。疫苗现在会有中央自己库存疫苗都的。杀智慧转型的郭文泰，下晝7點半照常參加防疫的會議，熒幕頂麥當看到同款伫咧居家隔離的黃珊珊。今天在家裡居家隔離，那現在正在開相關的會議。下晡疫情記者會嘛透過網絡熒幕進行，不過前一天兩個人攏出席走表活動，工廠的各立委蔣萬安。那昨天因為剛好主辦單位他安排哦，所以時間剛錯開。 強調不和郭文泰、黃珊珊兩個人直接，不過對防疫蔣萬安嘛提出呼籲。不管是疫苗的採購，對於孩子的照顧、在宅照護的相關措施，政府要準備好。確診人數會愈來愈多，該當做好準備，正面面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